大家好，我係 Stanley 咁8月份就開鑼啦。咁今日咧第一個交易嘅行情都唔錯嘅，但係最近咧好多投資者就有一個疑問呢個 AI 行情咪結束咗咧？即係經歷咗7月份嘅呢個大波動跟住咧亦都會問咁科網股、科技股係咪仲有機會啊？咁我哋嘅判斷咧好簡單啫，市場咧佢唔會冇機會嘅，只係經歷咗一啲新嘅資金嘅切換啫。咁投資最驚嘅唔係下跌喎，係嘛？講真啦，你好嘢跌落嚟，你仲係好機會你以更平價格去收，唔係更好咩？最驚係咩咧？就市場最恐慌嘅時候，睇唔到機會咁回顧一啲歷史嘅大級別行情啦，通常都係冇人關注情緒特別悲觀嘅時候就開始嘅，係嘛？咁依家8月份啦，又迎嚟新嘅部署嘅窗口喎。我哋重點關注4個機會第一港股科技迎嚟咗價值重估機會。今年以嚟咧，相信大家都睇到啦，港股嘅表現咧，即係遠遠咁相對落後全球市場換一個角度睇呢個意味着咩咧？咁大量嘅優質科技資產已經進入一個低估嘅區域以恒生科技、互聯網龍頭為代表啦。咁企業嘅盈利其實喺不斷咁改善緊嘅AI 嘅應用咧都係喺度持續咁推進。咁估值咧就仍然處於一個歷史較低嘅水平咁呢個全球資金咧，佢肯定會揾性價比好嘅資產去部署嘅，所以港股科技有望成為資金回流嘅一個重要方向。第二個機會係咩咧？AI 嘅硬科技咁我哋都知7月份咧儲存半導體AI 硬件經歷咗一波非常快嘅回調啦。咁呢度咧就會出現一個超跌反彈機會呢個市場喺7月份咧，佢從一個追捧快速轉向一個悲觀，係嘛？但係產業嘅趨勢冇咩改變嘅喎。咁微軟啲科技巨頭最新嘅財報顯示啦，AI 嘅基礎設施投入仍然係非常之強勁㗎。當一個行業長期嘅邏輯冇變，但係短期嘅價格出現大幅調整嘅時候，往往就產生新嘅投資機會啦。重點關注儲存、光模塊、電力設備等等 AI 基礎設施嘅方向。第三個機會，咁美股嘅科技巨頭咧，相信大家都睇到上個禮拜啦，咁財報之後咧有啲波動特別大㗎，尤其是有啲已經出現咗黃金坑。咁市場經常會出現一種機會，就係好公司因為一次財報或者短期嘅情緒出現咗快速嘅下跌。咁如果企業嘅競爭力冇變，係嘛？盈利能力咧就越嚟越好，越嚟越優秀。咁呢種調整反而可以成為中長期部署嘅機會。咁我哋重點關注係咩咧？因為財報波動產生嘅優質科技資產錯殺嘅機會。OK， 最後一個第4個機會係咩咧？黃金黃金中期配置嘅窗口。咁除咗科技方向之外咧，黃金已經係當前值得關注嘅資產啦。經歷咗前期舊年大幅上升，咁今年以嚟咧，基本上都處於一個調整嘅下降通道嘅。咁市場嘅籌碼重新整理，咁隨住全球嘅流動性嘅環境啦，逐步改善啦，係嘛？美金咧，咁佢上個禮拜因為見頂開始走弱嘅可能，咁黃金嘅中期配置價值咧，咁慢慢一度重新提升嘅。OK， 咁總結嚟講咧，8月份我哋就關注4個方向啫。第一，港股科技價值嘅重估；第二 ，AI 硬科技嘅超跌反彈；第三，美股科技巨頭嘅黃金坑機會；第四，黃金中期配置機會。OK， 咁市場機會咧就係誕生喺分歧當中嘅。咁所有人都認為調整開始猶豫嘅時候啦，可能從資金開始重新部署嘅時候啦。咁8月份我哋有重點關注科技資產重新定價，同埋以及下一輪資金嘅流向。OK，咁今日係咁先，多謝大家。